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今仔日是6月第3礼拜，6月的第3周。今仔日现在因为这个病毒的缘故，咱大家人无法通组织伫神的教会当中来敬拜神，咱仍然用这个网上的讲道、网上的崇拜，无论你伫什么所在，只要用诚心来敬拜主你的祈祷，你用心灵来聆听神的话语。我相信神的话语的力量、圣灵的工作，有法通伫咱的心中做伊要做的工作咱先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知影万事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益处。特别伫这个病情真严重的时节，每一个国家一日比一日的病人来增加，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阮仍然伫主的内面有平安。上帝，阮知影万事互相效力，互阮伫这个疫情严重的时节，阮虽然人无法通出去，但是阮做伫家庭当中，家己一个伫咧默想神的话语，叫聆听你的话语的时节，求神你的灵来做工，互阮较多的时间来默想神的话，也反省阮的生命。伫主的内面是一个怎样的人，好叫阮以后的日子，可能做来侍奉主，趁着也个白日的时节，来为主来做工，来荣耀上帝你的名。阮将今仔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你，这个是全世界凡那是奉你的名来组织的，拢求你甲因同在，无论因伫什么所在，叫你名得到荣耀，叫你的正行里得到造就。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主日啊，要甲咱大家来讲这个题目，是关于良心的问题。题目是良心问题非小事啊，良心问题非小事。关于良心的问题啊，虽然世间人啊，常常伫口头上啊讲这个问题。讲一句话啊，这两字，但是呢，听起来啊，亲像是无啥物啊，是平常的咧讲话尔定。但是事实上，咱若要详细来分析、详细来讲呢，其实啊，良心的问题，毋是细项代志，乃是重要的代志。是咱人生、咱生命当中重要的代志啊！咱不得不小心，不得不来解决这个良心的问题。咱要先读两节的圣经，头一位的圣经是彼得前书3章16节，彼得前书3章16节。保罗安尼讲，彼得安尼讲，伊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恁伫什么代志顶面被诽谤，就伫什么代志顶面可以叫怀诬赖就是乱讲恁的在。伫基督内面有好的品性的人啊，自觉羞愧，家己感觉歹势啊！即搭讲到，着存着无愧的良心啊，叫咱啊，伫无论伫什么代志啊，都误会咱的人被诽谤的一间好的基督徒啊，互人诽谤啊，到后来呢，因为诽谤咱的人啊。因家己感觉见笑，因为咱是凭着无愧的良心来行事做人啊。另外一个所在就是《使徒行传》23章第1节保罗安尼讲保罗定睛注意来看到怀公会的人说：“兄弟啊！”我伫神的面头前行事为人啊，都是凭着良心啊，直到如今保罗真大胆的，真坦然无惊的，安尼讲兄弟啊，我伫神的面头前行事为人啊，做人做代志啊，拢是凭着良心就是一直到今仔日。对敬拜做基督徒一直到如今我仍然是凭着良心来做代志好若是年纪较悬淡薄，有经历到60年代的人啊。可能恁会记得伫60年代台湾有一首种个流行歌曲伊的题目叫做《负心的人》，负心的人，毋知还佫会记得袂？我虽然袂晓唱但是头4字我会晓唱负心的人，负心的人，头句叫罗美句。这首歌伫东南亚真侪有华人的所在无论是电视咧、收音机咧，常常听到伫家庭伫真侪在餐馆有时会唱这个负心的人。负心是啥物意思啊？就是失去良心的人无良心的人这个歌较咱是咧共人讲叫咱着省察咱家己，
咱是毋是一个负心的人，是一个无良心的人呢？对良心有问题无负责任的人呢？咱伫这个病毒真严重的时阵，咱真侪人无法通出门亲像顶摆未发生在病毒的代志，咱真侪人被关伫厝内无出去。我想，趁这个机会，咱的上帝，互咱伫安静的时阵，来好好的来反省咱的生命，好好的来反省咱的生活，咱的做人，咱的做代志，是毋是违背良心？因为世间有偌侪人违背良心，心内有痛苦、忧愁，袂食袂困，良心被控告、责备，无平安。那长久安尼落去，实在是良心的问题，毋是一项小代志。那么咱要问，什么是良心呢？英文 conscience， 良心是什么啊？有两个世俗的讲法，或是属灵的讲法。世俗的，咱可以对这个字典来找迄个说明definition 伫迄个 Cambridge 剑桥字典伊是安尼讲这个 conscience is the part of you that judges how moral your own actions are and makes you feel guilty about bad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or things you feel responsible. 汉文的翻译是安尼是剑桥字典是安尼讲，良心是人内在的一部分当你做歹代志的时阵是做毋对的代志的时阵伊这个良心就会判断你是一个无道德的人，是无道德做这项代志互你的内心呢有罪恶感、内疚就是伫咧责备你互你有这个罪恶感互你感觉家己应该着负什么的责任，伫咧责备你。这就是普通的讲法伊的定义那是咱基督徒属灵的这个定义，这个良心是什么呢？是安尼讲，良心是神伫人的心中的声音伊向个人讲话，来指引因伫特别的代志顶面还是伫特别的情况下面得来做合理的代志。那做咧无合理，良心就会责备伊，互伊心内不安并且产生一款的罪恶感良心呢被称为是非之心是非之心那么这个圣经是罗马书第2章15节是安尼讲。罗马书第2章15节安尼讲，伊讲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伫刻伫人的心内，因的是非之心来三甲来做见证并且因的思念互相较量，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或者是对，或者是毋对，伊伫内面伫咧较量，伫遐咧较量圣经安尼讲你旧约内面是
属于神的行日，伊用律法来约束人的行为、人的心灵啊。若是无信主的人呢，伊是用这个良心啊。伊讲刻伫外邦人心内保罗讲，说毋是这个律法本身外邦人乃是律法的功用就是要辨别是非善恶的这个本能这个律法的功用是安尼这个讲说是非之心是指人的监察、判断家己的行为的这款的良心，判决家己的行为，这项代志就是良心。圣经讲到思念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人的理性，就是良心跟理性伫内面伫咧较量，伫咧比较，这就是产生的作用，就是有迄个律法的功用伫遐。对于外邦人来讲呢，将来神要审判世人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因人的良心、各人的良心、是非之心来判断因的行为。这个良心做见证，到底伫神的面前是会 pass 还是袂 pass， 会过关还是袂过关，就是上帝要用良心那么对于信神的人呢，上帝将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伫新约的时阵就是信徒内面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新的情形咱讲新约所以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安尼甲咱讲，耶和华讲，伫遐日子以后，我要甲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安尼的，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伫因的内面写伫因的心中我要做因的神，因要做我的子民神伫新约的时阵是将迄个律法的功用伊刻伫人的心版内面这就是新约的时代那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信徒的良心呢是什么呢？是圣灵的光照。圣灵，咱信主的人有圣灵伫咱的内面的时阵，伊就圣灵会光照咱的心，对这个是甲非会监察，判断对还是毋对特别敏感。这个信徒有圣灵伫伊的内面，当伊做毋对的时阵伊圣灵就会做工来提醒伊真敏感的提醒伊会知影这毋对这亲像有一摆阮坐车出门去的时阵，要救济的时阵阮停伫路边救济片停伫路边的时阵本来阮是说，阮停伫路边等后面的几落灯车三甲做一个到的时阵，这三甲才 exit 出去。但是当阮头一灯车停的时阵拄好停伫一辆大灯车 truck 10轮的车的后壁，因为阮后面有真侪灯车要来时才会看到阮。我叫迄个车头停咧，但是拄好停的时阵，有一个声音甲咱讲说毋通停咧，遮着停较一辆 truck 的头前较远淡薄这伫几秒钟当中，一辆车就刷去头前。当阮停落来时阵后壁听到一声真大声的，另外一辆 truck 叫阮昨仔停伫迄辆后壁的迄辆 truck 的后壁，两辆三钟伊的车头叫伊的车尾三钟，车头边去人去越咧迄辆真悬的迄个车头，到伊的一家工人坐伫车内面，伊越咧看阮听到个声音，紧紧走出来，看去流个血后来就有人来救。我知这个圣灵，咱信主的有圣灵的声音会甲咱讲真敏感所以
保罗伫这个罗马书9章1节甲咱讲说，我伫基督内要说真话，并毋是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来感动，互我来做见证。良心互圣灵来感动，做应该做的代志。咱若毋对，上帝支持咱。但是真侪时阵，咱无听，明明听到，无要顺从，无要顺服，代志就发生咯。那么伫咱在经文当中互咱看出来，保罗非常重视这个良心的问题啊。保罗伫咧讲到以色列人得救，这个大问题的时阵啊，伊安尼讲，伊讲我伫基督内讲真话，并无讲无影话，有我的良心啊，互圣灵感动，互我做见证。即搭咱们读了咯，伊讲到咱的良心啊，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伫罗马书9章第2节。保罗为着家己的百姓，另外在得救的问题时阵，伊阁安尼讲啊，伊说就是家己被咒诅，甲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伊用良心啊，做见证，看见啊，这个人的良心啊，是伫这个代志顶面啊，伫道理顶面啊，甲这个做人的真诚顶面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保罗啊，会记得保罗去游行报道了后啊，3摆了后，最后一摆来到耶路撒冷啊，伊会知影会被心被掠，伊送到罗马去关监，去受审判，然后关监。圣灵甲伊讲，所以伊伫耶路撒冷啊，伫三合林的公会顶面啊，就是迄宗教领袖咧开会伫咧判断做宗教的案件的时阵，保罗是真侪在三合林的在大人物啊，宗教领袖的头前，伊讲安尼话，伊说兄弟啊，我伫神的面头前行事为人啊，当是凭着良心。直到如今，保罗伫人的面头前，伫在宗教领袖面头前，伊讲我伫神的面头前啊，行事为人，做代志，做人伫道德的问题顶面啊，伊说拢是凭着良心啊，直到如今，直到今仔日，伊无伫良心顶面啊，无做亏心事伊真大胆会安尼讲，可见啊，伊常常啊，真注意到这个良心的问题。那么这个良心呢，伫做人做代志顶面啊，伊的作用是啥物啊？伊作用是啥物啊？伫美国有一间图书馆啊，叫做 Brooklyn Public Library。有一个 bookworm， 一个爱读册的人啊，常常借册，伊有一摆借32本册借真久啊，到1935年伫1935年的时阵开始借真侪年了后啊，伊无还，所以良心感觉到责备咯。所以伊最后呢，就将迄32本册献去图书馆的一个 box 内面，而且内面佫付交了一条钱啊，5521块美金。伊讲说佫写一张纸，伊说碗交比无交，碗还比无还佫较好。我想伊的良心借遮侪年咯，伊良心责备咯，最后伊就行迄本册行怀册。良心啊，毋知兄弟姊妹捌听到美国有一个基金会基金叫做 Conscience
Fund 良心的基金。敢若有这个良心的基金呢？这个良心基金啊，是美国诶3项咧捐钱来做这个基金3个这捐钱基金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基金会良心的基金呢 ，Conscience Fund 是归属于伫美国财政部的一部分来管理的。那么这个基金会的成立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怀百姓人欺骗政府欺骗的这个交税，还是其他的代志良心过不入去的良心发现来有的人就将这钱就捐伫这个基金内面，叫做良心基金这个范内面开始的时阵，有人才交5块银呢，后来这个钱一步一步直增长呢。到有一日有一个人就捐出1500美金，并且有一个建议说，咱就将这个基金给你号一个名，叫做良心基金Conscience Fund。然后呢，伊说咱也是安尼将这个基金Conscience Fund 向踮报纸咧公布出来，踮这个媒体咧公布出来。我相信经过无偌久咱这条钱会增加愈来愈多所以呢，到1811年，这个基金会这个基金内面伊的钱已经增加到5.7 million。我读到这个小故事了后我家己咧想咱全世界有70亿个人，我相信这世界顶的每一个人拢把伊的内心受到良心的责备，做一件无应该做的代志。如果每一个人良心受责备，每一个人捐一年内面捐1块美金那么一年内面就有70几亿几年落来我相信这条钱是应该是真大条的，可能来利用这个钱做一件公益的代志。那么咱世间人伫什么代志来违背咱的良心呢？为什么有的人心内无快乐、无平安为什么呢？到底因是受到什么来安尼无平安呢？我相信咱世间人现在叫古早时大概有一间无同呢。我相信古早时的良心甲即阵时的良心虽然是同是良心但是圣经讲伊是人的良心愈来愈歹愈来愈严重亲像用火去烧较麻木去同款圣经讲伊说提摩太前书4章2节安尼讲，伊说这是因为讲方言的人假冒，即款的人的良心亲像互火的烧着的铁来烘伊的皮肤，烘较紧死咯，烘较麻木咯一半。伊的意思说，人的良心会愈烧愈烧，烧定迄个位置愈来烧，迄个皮愈来愈厚咯，愈来愈变做死肉的时阵就无啥物感觉咯。世间人就是安尼顶摆有一个人咧做见证伊是一个海贼，要掠去受罚的时阵，要掠去清决的时阵伊安尼讲伊说我头一摆杀死人的时阵伊无感觉，伊感觉真艰苦心，眠日却袂困日，袂食袂困日。但是我愈来愈做的时阵迄个
良心愈来愈麻木去咯。伊说一阵我若将一长船甲你夹来，将迄长船烧了，将迄长船内面的黑色拢总抢夹来，并且将船顶所有的人甲你拍死了后我还在有法通倒咧困真甜真蜜真爽良心袂感觉到受责备，是啥物意思呢？这个人的良心会愈来愈严重头这个良心若无解决的，下摆愈严重所以咱人话有一句安尼：细汉偷一支针，大汉偷一只牛。细汉伊若偷一支针伊良心若无责备无好好来教训伊伊会讲老的时阵会偷一只牛当伊偷牛的时阵是较大代志，但是伊的良心无感觉啥物。咱人伫啥物情况下面的良心会受责备呢？为啥物人良心受责备，内面就无平安，甚至袂食袂困？下面有几项代志咱人常常犯会跩良心的代志。头一项呢，就是对上帝的话明知故犯。明明知影是神的话，安尼毋通安尼，但是明知故犯，明明知影是故意犯法搁落来就是人的嘴袂紧，圣经讲咱的舌真艰苦 control， 真艰苦控制，伊伫到人伫言语顶面得罪人，讲话得罪人。当咱人伫言语顶面、讲话顶面得罪人的时阵关系无好的时阵，人就良心受责备咯。过来行为顶面无小心得罪人，做毋对代志，犯着人，那么咱良心会受责备。有的人袂吞忍，随便发脾气，得罪着人，后来别人受伤。感情无好，咱良心受责备。有的人伫金钱顶面无诚实，咱后来欠人钱无还人，咱良心受责备。你过落来就是人的诺言，诺言就是你答应人的代志无照做无兑现的时阵咱良心也是受责备。对太太、对丈夫无忠心、无贞洁，不忠不正这个夫妻关系，后尾伊良心也受责备。这个人若无伊工作顶面无守本分、无尽职、无负责任，后来发生代志，伊良心也是受责备。这个人若是不好，对父母不好，无尽孝敬父母的心，后来伊良心受责备。顶摆有一个朋友讲，伊说阮老爸母死法久咯，我现在也艰苦心。敢若是我顶摆无尽我的做囝儿的孝心去对待我的爸母，后来良心责备艰苦心。真孝无真孝，过来无顺服神的旨意。上帝安尼甲伊讲，无顺服神的旨意，结果呢，良心受责备。后来有的人家庭对家庭无负责任，将太太、家里、父母甲因放杀，毋插毋管，无负责任，落尾啦，伊的心内良心责备。还有真侪代志伫生活顶面，咱做毋对代志，咱良心就会受责备所以咱俗语上安尼讲伊说不做亏心事半暝3更有人敲门也无惊
另外一句话是扪心无愧，扪心也是放伫迄个心头咧，也无感觉，无减少，无感觉羞愧，的意思，无亏欠的意思。咱人是毋是安尼呢？那么，咱既然这个良心对咱这个人的身躯咱内心无平安受责备了后，要怎样得到神的赦免呢？要怎样脱离这个良心不安的捆绑呢？有几项代志，圣经甲咱讲，这个人良心受责备，要怎样会袂好势？到底伊的内心会怎样会袂好势？所以这个人如果被良心定定捆绑咧，会怎样互良心责备伊会怎样？头一项，伊良心不安，伊袂食阁袂困；第二项，伊的精神会袂好势，伊注意力也袂集中，伊的工作的效率也是降低落去伊就内面会产生一款的忧郁感郁卒、忧愁感，安尼长久落去对伊的这个内脏在胃咯、肺咯、spleen 咯、脾咯，其他的身体方面，叫精神方面，到身躯内面的激素会增加，这个神经系统会混乱。所以，这个人的身躯健康就受影响咯。但是，因良心袂好势，做毋着代志，犯罪了后伊这个人甲神的关系就袂好势咯。伊常常会感觉神所赐的这个荣耀咱就离开伊了。本来这个基督徒神会行哩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但是伊感觉这个尊贵到神的荣耀一离开伊感觉内心真暗淡无光，常常伫惊吓甲黑暗当中，神的荣耀离开伊了。伊的内心常常有一款的罪恶感，还是减少耻辱感，感觉真歹势，真减少，有一款的感觉，伊会觉得神离开，无甲伊同在咯，甚至伊的祈祷伊感觉神无听伊的祈祷咯，神无甲伊同在咯，所以安尼呢，伊就属灵的生命就袂进步咯。袂晓去祈祷咯，袂晓去聚会咯，对读圣经无兴趣咯，叫一家人来往也是失去了接触咯，所以成做一个非常孤单的人，也是即款呢，互良心责备来影响伊的身躯的健康、属灵的进步，到精神层面会无好势，那么这个人会真艰苦求神来怜悯这款的人咱既然知影这个人的良心的问题既然是真重要咱袂用个小看。因此呢，咱每一个人应该要早日来解决，愈早愈来摆脱这个良心的控告，愈早愈好会来解决这个良心的困扰伫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么要怎样呢？要脱离了良心的在搅了呢？兄弟姊妹，靠耶稣的保惠。圣经安尼讲，伊说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一次过一摆once for all
被洁净了，就无搁再有罪咯。咱被主的宝血洁净了后，咱就毋通感觉到良心被洁净了，咱就无感觉，毋通感觉咱有迄个罪恶感咯。因为耶稣的宝血要洗清气咱。伫希伯来书9章11节、14节是安尼讲，伊说何况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家己无瑕无疵的来显托神，伊的宝血，伊讲神主的血减袂搁较减袂洗清气恁的心啊！即个心里伫原文是讲到良心 conscience 的意思。意思伊要提起恁的实行，互恁来释放迄永生的神。所以即段圣经甲咱讲说，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咱的良心，毋是靠咱家己，咱是靠着主的宝血。主的宝血的功效就是伊代替咱受刑罚，伫十字架顶来受刑罚，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咱接受主耶稣基督，咱的罪得到洁净被赦免。还佫另外一个所在，彼得前书3章16节安尼讲，伊说咱着上存着一个无亏欠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彼得前书3章16节安尼讲，伊说着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无亏欠的良心，叫恁伫什么代志顶面互人诽谤，就伫什么代志顶面可以叫怀诽谤恁的，伫基督内面有好品行的人，家己感觉见笑。意思就是说，有的基督徒品行真好常常存着一个无亏欠人的即款的良心的时阵，伊就是伫互人诬告互人诽谤的时阵伊也毋免惊，因为诽谤因的人，因家己感觉见笑。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个人行事为人拢是存着一个无亏欠人的这个良心。感谢主，咱是毋是要保持？要怎样要保持这个无愧的良心？叫咱伫凡事顶面得心安理得，心安理得feel at ease。咱感觉说心灵感觉到无亏欠人有迄个平安伫遐。所以咱最后一项就是伫神的面头前祈祷，求神来赦免咱。因为圣经应允咱，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安尼甲咱讲，伊说咱若是认家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的确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的不义。即搭叫咱着伫神的面头前，诚心的、谦卑的认罪，认家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伊若讲安尼，就是安尼的做到。伊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的毋对，咱一切的罪孽，包括咱的良心，咱过去，咱现在所犯的罪，求神赦免咱。咱就伫神的面头前，成做一个有义的人，咱心内就有平安。咱以后的生活，也常常过一个无愧的良心的生活。特别的小心，做神的行李，若随便去做毋对的代志，每一摆要求神来引带、光照、带领。常常伫遐反省咱的内心，
我相信咱无搁再披在良心来捆绑、来控告，叫咱无平安。求神甲咱同在，将迄个无愧的良心的平安赐予咱。咱过来三甲祈祷。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知影，阮应该伫人的面头前，伫神的面头前，做一个无愧良心的人。应该伫行为顶面要小心，伫言语、伫做人做事顶面，特别要小心谨慎，好叫阮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好过伫将来上帝咧审判阮的时阵，阮有款坦然无惊吓的来到神的面头前。主啊，阮感谢你，但愿这款的平安来享受，讨怀真心伫上帝面头前，省察认罪悔改的人的心中。我咱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